听人伫咧讲，也着错，也着无。不过，这个高雄凤山有一个国中老师咧，和家长加这个人本基金会改指控，讲伊用棍仔拍学生，甚至会言语霸凌。即马有一寡已经毕业的学生甲家长来投诉，讲这位老师这10多年来会甲人拍、甲人骂，受害者是毋哪一个。人本基金会也即期校长是伫咧暗砍，教育局嘛失职。不过，教育局表示会要求学校来扩大调查。 有一次我考不好的时候，蔡老师就直接暴怒，叫我去用爬操场一圈。徐某已经对国中毕业棍仔党这位少年人指控老师不当行为。有一个同学，他因为没有写作业，然后就被拿桌上的水壶砸到头。这个月初，人本就甲家长做伙指控这位国中老师，捌用棍仔跳起来拍学生的脚趾片，想要到陆续搁接到别个学生讲，伊嘛捌用脚踢学生的腹肚3摆。这老师搁会念喙皮，用扫帚拍学生的尻川等等。不过学校调查了，霸凌案无成立。 科级委员会决定记懲戒2摆。在蔡老师任教的10多年来，暴力的攻击、体罚，还有言语羞辱这些不当行为，不但没有停过，甚至校方也从未针对这些事件做出合理的惩处还有说明。学校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选择包庇？教育局不能只是退回申诫，不能只是扩大调查，还要对查出来已经包庇的校长。 要给予最严重的惩处。国中校长互人质疑，敢是包庇。校长强调，有人检举就会调查。我到去服务5年哈，有人检举这个蔡老师教学在管教不当的话，就是只有这一次啊，这都没有检举过。那这次我们就照程序来通报，然后调查，然后给他做移除这样。 另外，教育局干那书面说明讲，已经退回科技会处罚的结果，会要求学校扩大调查，老师敢有其他体罚的代志，伊嘛呼吁当事人爱勇敢来举发。记者邓亚文、赖维做高雄报道。